大家好，我係灰仔。講起最近網上最熱鬧、最令人睇到眼火爆嗰單嘢呢，真係非阿周吉培同佢老婆黃燕欣力高喺銅鑼灣街頭嗰段大巡遊莫屬。大家只要有開個 Thread 或者連登，甚至 Facebook 啲娛樂新聞 page，都一定會見到嗰段片或者嗰幾張相。呢件事之所以討論空間咁大呢，甚至變咗成一場公關嘅災難。其實唔係單純因為佢哋着得靚唔靚，係嗰種懶係嘢，同埋嗰種以為全世界都望住我嗰個老鑑味，即係隔住個 mon 都聞到。咁你試諗下，如果你真係驚走光，或者真係好似吉周吉培所講話驚跌親，咁你嘅反應自然應該好自然啦，好狼狽咁去揾嘢扶，而唔係好似力高咁一邊行一邊好似拍緊維他奶廣告咁，用嗰種極度唔自然，好似排練過咁嘅手勢去揞住個心口。呢種行為真係我只能夠用廣東話嚟講嘅講法，就係扮嘢到死直情係有嗰種攞嚟搞嘅感覺。我覺得最令到網民反感嘅係佢嗰種扮晒上流嘅態度。你既然揀得呢套咁性感嘅衫露個事業線出嚟，又要落街行，其實就係想俾人望啫。但係你又要表現到好似好驚俾人望，又好驚俾人望到咁樣。呢種咁嘅心理反差真係好做作喎。咁你去到個會場對住啲鏡頭就大方晒，喺街度就扮晒矜持。呢種轉變快過變面真係。難怪大家我都會覺得佢喺度演緊戲，而且演技仲要好差嗰隻。我再睇深啲啦，力高其實都唔止係吉嘅太太，佢都唔算係明星，但係佢嘅表現出嚟嗰種自己覺得好紅嗰種氣場，即係令人睇到好尷尬。佢唔係明星，但係又要擺一副明星都要保護嘅形象嘅款，呢種就係典型未紅先驕。網民喺 Thread 度都笑佢，喂，佢係咪心口痛啊？其實就係笑佢嗰種唔真實。如果你真係一個咁大方嘅人，你就應該係坦坦蕩蕩咁行啦，而唔係好似佢依家咁，又要着又要遮，搞到成件事好不知所謂吉嗰句驚跌親仲經典，直情係公關界嘅反面教材。即係佢可能覺得咁樣係護緊老婆啦，但係公眾眼中呢種係盲撐，仲要撐得好假。明眼人一睇就知力高喺度扮做數啦。你種掩飾嗰種扮嘢嘅行為，結果反而令到成件事更加九唔搭八。再講翻轉頭啦，其實力高以前都參選過港姐，佢腦入邊可能仲停留緊2007年嗰種佳麗出巡嗰種幻想入邊。但問題係依家都2026啦，大家都中意係真實。嗰種懶係嘢嘅姿態喺今時今日呢個追求真實嘅網絡世界，直情係死路一條。佢以為自己揞住個胸就係保持優雅，但係其實喺路人嘅眼中，佢只係一個扮晒嘢嘅冠軍太太。大家諗下啦，如果佢當日係大方咁行，甚至係同路人打聲招呼，成件事會唔會好好多呢？偏偏佢就要選擇一個最做作嘅方式。佢嗰種我好驚人望我嘅神情真係好假。你話佢係咪明星？佢根本未到嗰個層次，但係佢已經有晒嗰種驚俾人影到醜樣嗰種明星病。呢種扮矜貴嘅行為，除咗令到大家覺得佢攞嚟搞之外，其實仲拖累埋吉嘅形象。最搞笑係佢一入到去會場見到記者，佢嗰隻揞胸嘅手就消失咗。呢種選擇性驚跌親，或者係選擇性驚走光，真係將佢扮嘢嘅本性暴露無遺。
如果你真係驚，你對住啲記者都應該驚㗎啦。點解對住啲記者就擺晒 pose 咁有自信，對住啲普通市民就扮晒矜貴、遮遮掩掩？呢種人前人後嘅做法呢，即係我哋香港人最睇唔慣㗎啦，即係覺得佢真係好虛偽。咁我再睇睇下其他評論佢老啊似大陸太太嘅留言。咁講真嘅，力高呢41歲保持到咁樣，其實已經贏咗好多同齡嘅人嘅。但係點解網民會咁樣去攻擊佢呢？因為當一個人嘅行為令人反感嘅時候，大家就會連佢嘅外貌都一齊攻擊埋。呢種就係一種連鎖反應。如果佢當日表現得好地道、好大方，可能大家會讚佢，喂，吉吉老婆好靚，好有氣質。所以問題從來唔係套衫度或者佢個樣，而係嗰種心態。咁我作為一個路人甲咁去睇啊，力高可能係想幫阿吉吉撐場，話想俾人聽呢，佢哋係一對神仙眷侶。但係佢用錯咗方法，佢嗰種扮晒嘢嘅表現啊，反而令到大家覺得佢好離地。吉吉一直以係靠親民啊，靠實力贏得大家支持，但係力高呢次做作嘅行為真係幫唔到手之餘，仲令到大家對吉吉嘅觀感都差咗，即係覺得佢連老婆都教唔好，或者係佢兩公婆一齊喺度扮大牌。總括成件事啦，力高呢次揞胸換嚟咁多負評，其實係因為佢太假。佢唔明大眾係想睇到係一個自然大方嘅家屬，而唔係一個扮晒嘢過氣嘅港姐。呢種懶係嘢嘅姿態，除咗係令佢成為笑柄之外，其實都反映咗佢根本未夠班去應付公眾嘅目光。如果佢之後仲係咁樣扮矜貴呢，我諗大家對佢嘅抨擊只會越嚟越狠。咁呢件事俾我哋睇到呢，公眾人物嘅一舉一動真係會被網民用放大鏡嚟睇。即使你可能只係想活動嘅路上影張相，但只要你個動作顯得唔自然，或者你個神情流露咗一種我知道大家望住我嘅自覺呢，網民嘅負評就會好似排山倒海咁嚟。特別係銅鑼灣呢種咁生活化嘅地方，你越想表現到自己好似明星咁，大家就會覺得你喺度更加扮嘢。講多少少力高，大家可能未必記得呢，佢其實唔係一般嘅素人太太。力高係2007年參加過香港小姐競選嘅，佢入到最後16強。咁你諗下，同屆有邊個？有黃智雯、王君馨同趙希洛。雖然力高最後冇喺演藝界大紅大紫，但係佢骨子裏邊其實都一直有嗰種選美運。甚至係2019年佢生咗2個小朋友之後呢，都仲去參加咗個最靚媽媽選舉攞埋冠軍。呢個背景就解釋咗點解佢出親界都要咁戰鬥格。對於一個曾經選過美、對形象有極高要求嘅女性嚟講，只要有鏡頭或者有公眾嘅目光呢，佢都自然會啟動嗰種選美模式。呢場咁嘅揞胸風波鬧到全城沸騰有人覺得力高喺度扮嘢到死，有人都覺得佢只係懶係矜貴。大家又點諗呢？留言話我知。我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我係灰星人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